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咸椒啊，台语安尼写咸椒啊，辣椒就是咸椒啊，有诶地头讲咸姜啊，也则是番仔姜。啊，台语教典讲辣椒诶台语是番姜啊。番姜啊、咸椒啊是真营养诶菜色，有药用甲食用诶价值。适量食咸对身体健康有好处，会当抗癌、抗发炎、降低胆固醇，互人更加长岁寿。但是嘛，袂使食伤咸，爱评估咱的体质是毋是适合食咸，才袂对身体造成负担。像有痔疮、带胃肠病、体质敏感的人，莫食咸较妥当。有一句俗语：咸椒啊，若咸唔免大粒。这个咸椒啊，若会咸，细细粒一粒就有够；若是袂咸，搁较大粒嘛无采工。就是咧讲，一个人是毋是有实力？爱看伊实质的内在，唔是看外表，也就是华语的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；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”。另外，还有一句俗语，嘛是差不多的意思：咸食好食，免大条。咸椒啊咸，臭又咸，臭咸咸，拢是咧形容尿骚味、尿臭味。你是安怎放药的？放甲药拢流出来，马桶外臭咸咸。啊，便所臭油咸味真重，赶紧去清清洗洗的。今仔日的台语字咸椒啊、番仔姜、番姜啊，实在真趣味。